来继续来看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的挂山发牌市集，会当以比市价上真侪介绍买到生活用品。即个伫3月初5，要第一届山到南投来举办。 3月初5，要伫中华分署南投行政执行署所办的挂山发年拍卖市集，投爱送暖的活动，一连3摆办了真好，这摆佫增加珠宝盆、铁鞋啊、册刀啊等等，拢是拍折必卖。应该可以买到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，因为它是医务人他的一个减少了他管销费用的一个商品，像袜子的部分，6双100。 它本来就是外销国际的国际级的一个代工厂的产品，主要是要提供欠税义务人一个销售平台，协助因将查封的动产顺利卖出去，再用这个钱来行债务。那我们这次在南投是以变卖的方式来进行，有心要缴纳，可是却没有办法缴纳这样的义务人，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市集的方式，让他有一个平台，把他的商品变成金钱，然后来缴纳我们的案款。 为去年7月开始，已经办过3场啊，变卖物件真侪，介绍拢真俗。欢迎的乡亲3月初5去踅这个市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